怀有崇高理想，为崇高理想集合在成功岭上。坚定信念，认清方向，国家兴亡我们担当。热情洋溢，生产力飞扬，个个都是中华的好儿郎。英雄来自四面八方，从四面八方奔向成功岭上。英雄怀有崇高理想，为崇高理想集合在成功岭上。坚定信念，认清方向，国家兴亡我们担当。热情洋溢，生产力飞扬，个个都是中华的好儿郎。坚定信念，认清方向，国家兴亡我们担当。热情洋溢，生产力飞扬，个个都是中华的好儿郎。大路虽然遥远漫长，我依然往前走。指引我是中国的儿童，长征绵延，黄沙滚滚，是我生存的前沿，是我一片地方。大路虽然遥远漫长，慢点，我依然往前走。指引我是中国的儿童，雄壮、威武、严肃、刚直、安静、坚强、确实。前面走，掉。慢点。1、2、3、4。
上刺刀，装子弹，准备手榴弹，投弹，冲锋前进。前线预备，开始射击。装满子弹，准备手榴弹，投弹，冲锋前进。实施心脏喊话。好了。
来到这里都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累死了。这站再玩。没有了，没有，这谁不要拿这电池啊？有点傻。你们两个一起跑好不好？哎，呀，你养我。好，我养护你。标尺，弹夹，反击护弓，反击，插柄，分弹，放梦的时候注意分散，投弹，爆！前进，拿枪。鲤鱼安身。国旗在飞扬，身为豪爽，我们在春风迎上，坚定是我们锻炼的钢，爱的教育，给我们信心滋养。冲破惊涛骇浪，看我们自己的坚强力量，永远奋斗前进，永远奋斗前进，迎接反攻，人心的归乡，翱翔的远航。嘿，听着了，三人，嘿，三人，嘿，三人。
不可。以3赢的中央为准。第二点，人家是我们师长，还跟我们说习近平的精神讲话，注意礼节。因为各位看不到我举手扫街。事实上，人民也做了新增了，不过新增的方式不同。用家地代表营地，一个部队用一种真实的行动，或者达成某一种任务。我们看中国人也是非常欢迎我们到哪去。为什么没卖开呀？叫他卖，为什么卖开？收水该卖。你们走路啊，把水。班长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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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路。扔刀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耳。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我们都是一群有毅力、很吃苦的革命青年。这里是我们行军的出发点。班主任以及各级长官都站在路旁为同学们加油。让我们。
稍微慢一点啊，再慢一点。哎。成功之路踏上，成功之路，高唱胜利，交响的乐章。奔走前进，迎接反攻，人心的归乡。踏上成功之路，踏上成功之路。高唱胜利，交响的乐章。让我们自己的坚强力量，永远奔走前进，永远奔走前进，迎接交响的乐章。加油！真高兴能见到你，欢迎欢迎欢迎你，欢迎欢迎，我们欢迎你。小声，对啊，啊，他们是一个营的吧？走了，欢迎立正。欢乐年华，每个不停留，时光匆匆，哎呀呀呀呀呀！五六七八，非常的简单公式啊，大家都知道啊。过了吧？预备，上，哎。红彩妹妹很爱哟，长得好看很爱哟。
单位都可以拍。好，两个单位都可以拍。那边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随新的太阳闪啊地方，新的闪啊地方，新的太阳闪啊地方。呀嘿乌鸦白，乌鸦是黑还是白？我说乌鸦黑，你说乌鸦白，乌鸦是黑还是白？乌鸦是黑还是白？台长进来。爱的火花大腿。开始。乌鸦黑，你说乌鸦白，乌鸦是黑还是白？闻到拖枪口令的时候，动作要做标准。首先看到副连长这边示范，拖枪，这是拖枪的动作。枪放下的时候一样，迅速要确实，枪放下。好啊，好，拖枪，枪放下。切补，走！2，手掌稳，手掌稳。耶，2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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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数，4、1、2、3、4。耶，2，耶，2，手掌稳。最后1、5区中枪那员枪看飞了。耶，2，耶，2，倒数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走进。好。各位同学好，小组长啊。李文昌到那边去，通过到那边去。滑下来，慢慢滑下来，慢慢滑下来。好，滑下来，对。这样靠。你的脚踏着小组长的膝盖，踏着小组长的膝盖，可以踏下来，对，好，然后放下来。然后最后一个，这样收木板啊，要把那一块的那个木板把它收了。
你先人下去，人下去，人先下去。先传木板过来，懂我意思啊？好。你不要站着，直接拿两个啊，直接两手张开，尤其啊，到最后这边啊，到最后这边你不要用，回去，身体中心一点，你没有把握的就不要过来了。这个还没有全部通过，第二个不要上。两手。那么多，来电了吧？屁股往下坐，腰前进。再往前拉，多往前拉。现在是往水地方那个地方坐，慢慢来。再拉，慢慢来。再拉。继续拉一条带，快点，水平。对。哎，等一下。好。屁股往下坐，屁股往下坐。好，加入前进，你看手加入前进，对，就这样加入前进。拉绳子，拉钢索。哎，带着，停。站好。对，旁边后面再开腿膀。好，上面的人拉，后面一个慢慢推上去。后面一个人推上去就好。你人站好，你的上面的护杆你要站好。好。几个位？对，上面的护好。好，慢慢来。好，抓着绳头，慢慢的放。不是，绳头给旁边护杆的人抓，慢慢放下来。慢慢放下来，对，再抓到后面的杆子。小心，对，慢慢下来。后面小心啊！再放一点点。最高的先上去。好，现在帮木板啊往上送。其他人员就在后面啊，跟两关，找去看。把木板啊，铁棍朝下，在后面送，对，下在铁链上面。小心木板，对，好，先手先放，然后你啊，左手往上拉摇，你把木板往前走，两手吧，两手，你要抓，然后你再手不让它断的话，抱我还腰，这样我就
这时候呢，绕2圈，对，把绳子在大垒之后在水上绕2圈，绕好，绕2圈，夹紧，是吧？脚要伸直夹紧，慢慢的放下来，好，过绳子慢慢下来，慢下来，好，下一位。忍耐，接近，勇敢。雄壮，威武，严肃，刚直，安静，坚强，确实，受谦，沉着，忍耐，接近，勇敢。雄壮，威武，严肃，刚直，安静，坚强，确实，受谦，沉着，忍耐，接近，勇敢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共产主义发展以来最大的一个讽刺啊，所以自由共产主义历史之来呢，那么能够允许这个一国呢，那么你凭什么还要坚持你这个不好的，大家都怕得不得了，畏如蛇，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我想这个影响呢，只要明眼人啊都相当的清楚的，就是一个不公平而具的事情呢，那对老百姓来讲，他们都觉得是一个不能够接受的事情。那么经过2次将来能不能？不过香港老百姓非常的抗拒啊，所以他们又说我们还没有做成决定，到底要不要派解放军过去？但是你想，一个国家2次，这是很荒谬啊！对不对？我们希望好玩的，因为救共产主义的病，还要靠我们民主自由社会的方法啊。所以，那么谢依玉他讲说，中共是要以武力还是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？他对内呢，他有他的经济改革，那么忙着他的所谓的四化；对外呢，他要让这个抓对了，新闻。